虽然一粒土豆等待农民采收，不过真正看顶面真侪只狗母糖伫咧尿尿嗦。全部拢狗母糖就对啊啦吼。金色的皮肤色水，亮亮的毛，互农民看到起价不赔。偏即马当时土豆采收季节，西苏合格农产世界会当看到采收景象，所形容出现正亲切的狗母糖。狗母糖确实是有够多。好是啊，你也落看，安尼比伫下较好，我知影家北甲头皮头肥咧。看到就强要恐怖死的。农民到农场采收农作物，看到真侪只狗母糖，因是黄毒野的幼糖，身躯顶擦擦的毛有毒，佮会随风伫咧空中摇摇飞，若吸到会得到皮肤炎。2002年9月，就捌互朋友出现这种痒痒病，超400民众皮肤红肿，佮会痒，建议到病医治疗。有毒呢。在这个季节呢，是属于正常的现象。那如果有相关状况呢，还是要尽速的就医。受到气候影响，和狗母糖上爱伫咧遮大量生产，农民是要靠补目屎，敢希望糖害别个继续吞到农民的心血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